来关心陆军北军团伫昨昏伫台南的喜树沙坡即搭红色沙坡进行野战的射击训练，50个教调人员每一个人可以射36枪。军方是强调讲，这是要强化教调人员的实战能力。换主席换庆之阿妈，陆军北军团10日伫台南喜树海坡进行野战训场射击训练，50个教调员每一个射36条实弹。其实这63只报道10日就进行实弹训练。算熟悉，各项的一些长官的指导，我们都是还有记忆。快速的这个射击是我第一次来做这个训练，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新鲜新奇。教官伫边协助，海边防锁弹武器开副状况，和野战训练更加接近真实战场。针对应招演来做实战化的射击训练，实地的地形及地物，然后让我们的招演来熟悉这些地貌以利在届时的作战场景能够更融入。喜树海坡一带是国军认定可能会被敌军定着红色沙坡之时，加上9到14天。军事专家陈国明分析，有希望甲主战部队伫日的汉光40号演习期间进行上后联合防卫验证。强风飞弹机动发射车出现大动，自首伫花莲海军海防大队接到响定政府转换据点部署，2只光华6号飞弹快艇也进入福冈渔港，原来是要配合汉光演练滨海战术甲部署能力。另外，办案77号演习是22到15伫全台举行，除了原本的交通管制、室内外演习，佮配合汉光各部发布飞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警告简讯。让一般的民众对共军假设他们飞弹来袭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个是不错的，因为其实各国都在做不管是韩国或者说以色列，他们都在做。去年天马出现伫屏东甲路塘海坡进行拖式飞弹射击，今年汉光进前，根据军备局指控9枪射击工具，10日到12日伫屏东甲路塘周边海空域，即次用火炮射击任务管制附近海空域。不过，测试什么款的装备，国军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